以弗所的一章，奉上帝旨意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批予以弗所的正信徒，就是伫基督耶稣内有忠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对上帝咱的爸，甲主耶稣基督归予恁。愿颂赞归予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。伊伫基督的内面，要赐予咱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，就亲像上帝对创立世界以前，伫基督内竞选咱，互咱伫伊面前诚做圣洁，无瑕疵。搁因为咱就照家己的旨意所欢喜的，有定咱借着耶稣基督囝儿的名分，互伊荣耀的恩典得到学乐。这个恩典就是伊伫疼囝的内面所赐予咱的，咱借着这个疼囝的血得到救赎，罪过得到赦免，就是照伊丰富的恩典。这个恩典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、聪明、充充足足的赏赐予咱，拢是照伊家己所有定的美意，互咱知影伊的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伫日期满足的时阵，伫天顶、伫地上，一切所有的，拢伫基督的内面，同归伫一个。咱伫伊的内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迄位照家己的意思行做万事的，拢照着伊的旨意所有定的，互伊的荣耀对咱这个首先伫基督内有仰望的人，通得到学乐。恁既然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迄个互恁得救的福音，也信基督。既然信伊，就受所应允的圣灵做印记。这个圣灵是咱得基业的凭据，得到上帝的百姓受赎，互伊的荣耀得到学乐。因为安尼，我既然听见恁信谈主耶稣，亲爱正信徒，我为恁无停的感谢上帝。祈祷的时阵，常常提到恁，求阮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爸，将迄个世人智慧甲启示的灵赐予恁，互恁真正知影伊，并且照明恁心中的目睭，互恁知影伊的恩调有何等的仰望，伊伫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搁知影伊向咱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就是照伊伫基督身顶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互伊对死来个活，叫伊伫天顶坐伫家己的正平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，甲一切有名的，毋但是今世，连来世也拢超过，搁将万有伏伫伊的骹下，互伊为教会做万有的头。教会是伊的身体，是迄个充满万有的所充满。